大家好吓，我係阿馮牧師啊，離開咗大家一段時間，但係咧仍然知道咧大家有查經啊，咁所以咧我知道應該係查經五啦，咁所以我今日咧喺呢度咧就同大家一齊嚟去分享查經五一個嘅導引，就係基督徒同佢嘅工作啊。我哋呢個副題就係唔好再認為係捱世界，唔好再認為只係為咗揾食圖糊口。咁咧，喺我哋嘅當中咧，好多時我哋都有一啲嘅講法啊。鬼叫你窮啊，頂硬上啦啊！即係工作。有時咧，我亦都講辛苦得嚟咧，自在使啊！即係辛苦工作得嚟咧，自在使。做工做又係36，唔做又係36。你感受到啲乜嘢咧？當然啦，我記得咧，過去一位特首，當佢競選以至到工作嘅時候咧，佢時時有一個自己鼓勵自己嘅口號，就係我要做好呢一份工啊。咁我哋話咧，其實鬼叫你窮啊，頂硬上啦。其實俾我哋睇到工作可以係好無奈啊，即係唔想做啊，但係為咗生活咁啊頂硬上咯咁所以工作可以變得好無奈。原來當我哋講辛苦得嚟自在使即係自在食，其實咧就話俾我聽，工作咧為咗係賺錢，賺到錢之後咧，我幾大都食翻餐好嘅，即係享受一下。咁所以咧，工作變相成為只係為咗幫你自己去享受，都唔係好好。做工係為咗36又做，唔做就係36。其實即係話咧，無論你勤力又好，唔勤力又好咧，其實個回報一樣嘅咋。所以咧，佢得出嘅結論就係唔使咁盡力做咗就算啦。即係話咧，唔係咁需要盡力即係咧，我哋而家見到好多人都係咁嘅，即係做嘢嘅態度咧就係做咗啦。咁但係我覺得最尾一句，我要打好呢一份工，其實佢係可以講比較貼近我哋基督徒嘅，就係我哋能夠貴在乎能夠盡責同埋忠心。究竟基督徒點樣去面對佢嘅工作呢？我哋今日嚟睇睇啊！喺一陣間查經嘅裏邊，你會見到有5段嘅經文。第一段嘅經文就係創世記第1章28節，同埋創世記2章第15節。呢兩段經文其實佢好想話俾我哋聽啲乜嘢呢？就係真係工作係好嘅。原來咧喺神造人之後咧，工作之所以出現咧，係基於神咧俾咗人3個好重要嘅所謂文化使命。第一個就係生養眾多，遍滿地面。神唔係只係單單做亞當夏娃，而係咧讓佢哋能夠生養眾多，遍滿全地。為咗乜嘢咧？個使命就係神做咗呢個大地，神讓人去治理呢個大地。治理係要有人做嘅，要有人參與嘅。嗰個可以佢係工作，同埋咧喺裏邊好多嘅萬物，佢能夠去管理好佢。神其實可以自己去管，神可以自己去治理，但係神讓呢一個工作交俾人，因為佢睇人係寶貴嘅。人算什麼？你竟然去眷顧佢，俾佢能夠有治理，俾佢能夠管理呢一啲嘅活物。所以工作本身係有住一個尊榮同埋神聖嘅。今日我哋能唔能夠睇到我哋自己每做一份工，哪怕佢只係一個掃地嘅，哪怕佢只係一個嘅喺工廠裏邊嘅人其實佢哋所做付出嘅勞力係神聖嘅，因為佢係喺度完成緊神俾佢嘅，就係佢服侍啦，同埋佢管治啦，或者佢去治理，使到成個體系都能夠得到一個完整嘅表達，合乎神嘅心意。跟住第二段就話俾我聽，點解我哋今日成日都覺得捱世界，或者覺得唔開心嘅咧？做嘢好多時我哋工作裏邊咧，確實
遇到好多好唔開心嘅嘢，壓力啦、沮喪啦，又或者咧即係做完之後冇人去讚賞，係真嘅。所以聖經話俾我哋聽，佢呢一種嘅情況出現就係第二段創世記3章17至19，就係當亞當神對亞當說，佢話因為你犯咗罪，食咗呢個樹上嘅所結果子，所以大地必定受咒詛，而你要終身勞苦先至得到食，甚至乎土地會生出荊棘蒺藜，你要吃田間嘅五穀咧，但係你一定會汗流滿面先至食到，甚至乎你打完一世工，做晒一切嘢，不過最後你都要歸於塵土。呢度話俾我哋聽，其實工作唔係 evil 嘅，唔係邪惡嘅，工作係神睇得起人，佢俾人一個神聖同埋尊榮，治理啊嘛，管理。不過自從罪入咗呢個世界，通過亞當夏娃而成為咗人嘅世世代代必定有嘅嘢。人犯罪之後嘅真相咧，就係地係受咗咒詛嘅，但係終身人要勞苦先至可以活落去，先至可以生活。嗱，我哋冇講過即係工作本身係冇問題，不過問題就係人犯咗罪之後，工作就變成咗一種擔子，因為地會生出荊棘蒺藜，所以你遇到嘅工作有時會帶嚟你挫敗感，係咪？第二就係當你好辛苦嘅工作，你自然會有一種嘅勞累，好攰啊，唔想做即係能夠唔使做就好。不過當你發覺你一路唔使做嘢，冇工開你都覺得幾慘㗎。所以其實做又係慘，唔做又係慘係嘛？其實個重點係汗流滿面，因為人犯咗罪，所以佢要勞苦汗流滿面，先至可以得食，得到維繫。而產生個 byproduct 就係人喺犯罪之後，佢一定會有一種勞苦嘅體會。最後人當佢做到死嘅時候，其實歸於塵土。其實唔係工作有問題，係因為人犯咗罪，所以個工作會變相成為一種人嘅落差，就係做晒，但係最後人都要離開。咁我哋話，咁今日基督徒我哋點樣面對我哋嘅工作咧？所以第3段嘅經文好重要啦。呢度可以講係新約裏邊最精闢，講到一個基督徒應該有嘅工作嘅態度。我哋今日冇否定工作有勞苦、有挫敗、有一個嘅空虛。不過基督徒轉化呢一切，係佢明知人犯咗罪之後，我都係人，你都係人。我做牧師同樣都會有勞苦、有挫敗，同樣都會做完咗，到最後可以講咧就落差就係冇人會你知，冇人會紀念都得。但係聖經話俾我哋聽，基督徒面對工作嘅時候，我哋係自食其力。呢個係按住神嘅講法，就係一個必然嘅規律。人唔能夠仍然即係唔管理、唔治理嘅嘢，所以呢個係一個人嘅態度、責任嚟嘅。所以呢段經文話，帖撒羅尼迦後書佢話，如果一個人佢唔肯做嘢，唔肯，佢就唔可以食飯。有人不按規矩而行，什麼工都不做，反倒專管閒事，咁樣我哋就唔會對佢客氣。不過聖經成日講咧，其實佢想話我哋靠住耶穌嘅吩咐，人要繼續做好自己嘅工作，即係盡責盡力嚟去完成一個人要作工。人在世唔應該冇，譬如好似你話一個人結咗婚，個太太佢話我唔返工，其實佢仲有一份工㗎喎，就係家庭裏邊佢要湊養，佢要去持家，要讓個丈夫返到嚟，所以其實個個都喺度工作緊。第二就係當我哋成為基督徒之後，我哋唔係再淨係集中睇到個挫敗感、勞累同埋即係虛空，反而我哋見到就係我哋轉化咗佢。
以前我哋好驚嗰個老細，好唔中意個老細，但係而家我哋為咗耶穌，因為以行耶穌嘅心意，就係成為一個見證工作。如果你能夠成為一個好嘅見證，人哋就喺身上睇到耶穌，所以我哋係跟從主耶穌行。記得耶穌講，個人活着唔係只係單單為咗嗰啲食物，勞苦為咗食物，而係要神嘅說話行喺個生命。所以佢話唔好為必壞嘅食物勞力，反而要為傳到永生嘅食物勞力。我哋今日活出一種基督徒嘅生命，勤力盡責即係忠心。其實呢個就係表明咗我哋係跟從緊主，主都係咁噶。因為耶穌話：我之所以今日能夠生命有滿足、有食物啊嘛，就係我遵行差我來者嘅旨意，作成佢嘅功。原來我哋今日每一個基督徒喺地上都有一個角色，就係通過我哋嘅工作去作成神俾我哋應該要做嘅嘢。所以但願今日喺查經前嘅導引帶領大家多啲嘅認識，多啲喺查經裏邊分享下你點樣睇你自己所做嘅一份工。願神親自嘅幫助我哋。我哋停喺呢度，咁大家可以去查經咯噃。